让祖先我家我出生啊。
都啥那同谋着情谊，用送那大怒老生意，卡西那中嘎张马伊。单看那浪漫怎么见？东该来特那些多钱？娘家来说个看马眼，一起来人为将撒野。有的你的，我给妈妈，她给妈也那个节目，家的老人我了懂吗？那是妈也了你的呀，拉手在旁，妈也笑死，让这些我家我就生先这个日地推下来，是的那我姐啦，扎起比老鹰过口。哎呀，你那日子经过这些，更进的考虑中了，扎起比这个进了成口。我那个参同们先个简单这个比，男性过多赢了，扎起比第进了最后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，转眼间，果洛州藏历牧舍新年委晚会就要接近尾声了。在这充满欢声笑语的夜晚，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年盛会。咱生这边的这些更正难的，点着来准备忙得有次的，点着钱难比城里啦多可。这个难办，我都看了古登，看了四种个所这么能行。我都看了这个呢，也过了将军之言干这么能呗。我来了，真的项目之路，落实了这个是了专做节目，大家永生就做发言。这个难办，那么多事儿能的，俺最俺人，这就是习近平说看人比当中央跟谈苦的，谈这当子不当，都在这个这个，第六事儿做那么事儿当，我都个第二事儿着。回首过去，我们感慨万千。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，果洛州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。各民族亲如一家，共同绘就了雪域果洛的崭新篇章。
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戮力同行，踔厉奋发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最后，送上我们最美好的祝福：扎西手，扎西手，扎西别乐，喷声臭贝口。